家好，我係東北醫療中心醫管部個案管理護士 Vicky， 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個我哋健康息息相關嘅議題——糖尿病同埋糖尿病嘅篩查。糖尿病咧係一種慢性嘅疾病，主要同我哋身體調節血糖嘅能力有關。如果血糖長時間偏高，就有可能對我哋身體造成影響。糖尿病唔係只係唔食甜嘢咁簡單，實際上有好多因素都會增加風險，例如飲食習慣啊、生活方式、體重、年齡，甚至家族遺傳等等。舉個例子啊，我哋平時食嘅澱粉質食物，好似白飯、麵、麵包，喺身體消化後會轉化成為葡萄糖。如果長期吸取過多嘅話咧，而身體未能控制血糖，就有可能慢慢升高。咁長期嘅血糖高就會變成糖尿病。咁另外一個需要留意嘅就係糖尿病早期或者糖尿病前期咧，通常都係冇咩症狀嘅。好多時候我哋平時唔察覺到自己有咩身體嘅變化，例如可能淨係覺得口乾啊，或者小便多咗，但係好多人會以為呢啲嘅小問題而忽略咗呢個情況。正因為咁，定期篩查咧就變得非常之重要，可以幫助我哋及早發現血糖嘅問題。咁有啲咩方法可以篩查糖尿病呢？最常見咧就係抽血檢查，即係 A1C， 又或者我哋所講嘅糖化血色素。呢一個檢查咧係可以反映到過去2至3個月嘅平均血糖水平，幫助醫生了解血糖控制嘅情況。另外，醫生有時亦都會用空腹血糖或者糖耐量測試做輔助。透過呢啲嘅檢查咧，我哋唔單止可以知道自己有冇糖尿病，仲可以知道血糖控制得好唔好，對日常管理係非常之重要嘅。如果結果係顯示你係處於糖尿病前期咧，其實都唔需要過分去擔心，因為咧喺呢個階段嚟講，只要改變我哋嘅生活習慣，其實有好大機會令血糖回復返正常水平。例如每日保持大概30分鐘嘅運動，散下步啊，或者係做下一啲簡單嘅伸展，都可以幫助控制個血糖嘅。運動就唔一定要劇烈，不過咧就需要持之以恆。同時飲食方面都盡量減少精製澱粉或者高糖嘅食物，多食啲蔬菜、蛋白質同埋健康嘅脂肪，咁係會幫助到血糖穩定。例如果平時食開2碗白飯，或者試下減食一半，改食糙米啊，或者食返多啲菜。另外，保持健康體重亦都係非常之重要嘅，因為如果體重過重咧，係會增加糖尿病嘅風險。我最近咧就做過一個家訪，見到一位已經係確診咗有糖尿病嘅長者。咁呢位長者咧，原本醫生係開咗口服嘅降血糖藥俾佢嘅，咁但係佢就唔係好想靠藥，就通過改善飲食習慣，每日堅持運動之後咧，血糖係可以受到控制，甚至咧暫時係唔需要食藥維持健康水平。咁呢個例子咧就好好咁證明到，透過生活方式嘅管理係真係可以幫助到我哋嘅血糖。對於已經確診咗糖尿病嘅朋友，除咗生活方式管理之外，糖尿病嘅控制咧，亦都包括要遵守返醫生開嘅藥啦，定期同醫生覆診，同埋檢查對眼啊、腎功能呢啲。咁呢啲都非常之重要嘅。如果隨便去停藥啊，或者調劑個劑量嘅話咧，有可能會造成反效果。咁追蹤嘅血糖咧係會幫助評估返心血管疾病嘅風險。驗眼驗尿呢啲咧係亦都會防止到譬如一啲嘅併發症、視網膜病變啊，又或者腎功能受損等等。咁最後我都想提醒返大家，無論你而家係身體咩情況都好，都係可以主動同醫生了解自己應該要做嘅一啲篩查項目，包括呢個糖尿病嘅篩查。咁透過定期嘅監測血糖、生活方式管理，同埋做好呢個糖尿病嘅管理嘅話咧，係可以控制病情，預防併發症，同埋保持健康嘅。咁多謝大家今日聽我嘅分享，希望大家都可以重視糖尿病同埋糖尿病嘅篩查，保持健康。多謝晒。